舊年11月28九合一年底大選只剩4個月，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游盈隆到台南市選舉委員會視察，關心第一線選務工課，並主持選務座談會，聽取地方選務執行經驗和建議。我們對這一次的年底的選舉，抱持着這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情，我到台南選委會這一次算是第15個地方選委會，平均算起來啊，我上任到昨天正好滿3個月，如果以工作日來講，不到4.5個工作日就跑一個地方的這個縣市選委會。座談會開始之前，游盈隆特別前往拜會台南市長黃偉綽，感謝市長以及市府團隊長期以來對各項選務工課的支持和協助，強調地方選務人員是落實民主制度的重要推手。中央將持續重視基層聲音，透過訪視甲座談機制，讓政策規劃更貼近實際需求。台南因為幅員非常的遼闊哦，從山區到平原到都會區到海邊，所以我們的幅員非常的遼闊。那每一區在過去的選務的工作，其實都有它的特殊性。所以其實我們在上半年的時候，其實很多的準備工作已經都初步開始去執行。台南市選委會表示，選務工課目前已經積極執行，除了落實各項選務任務，確保選舉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也將全力配合中央，做好萬全準備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